自我2026年6月2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着坚守上帝的道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列王记上卷10章29节到34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列王记上卷第16章。犹大王亚撒第38年，暗利的囝亚哈做以色列王，伫撒玛利亚做王22年。暗利的囝亚哈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比以前所有的王搁较歹。伊犯尼八的囝耶罗波安的罪，毋过还看这做小事，伊搁带西顿王耶巴力的查某囝亚西皮做某，去服侍跪拜巴力。伊伫撒玛利亚为着巴力起庙，伫庙内甲巴力起祭坛。亚哈搁做阿舍拉女神，亚哈的所做激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受气，比以前的以色列列王搁较严重。亚哈做王的时，逼着利人以希律重建耶利哥城。伊下地基的时，死大囝亚比兰；安门省的时，死煞尾囝西甲。拄拄照上主通过论的囝约书亚所讲的话，着坚守上帝的道。以色列王暗利死了后，伊的囝亚哈接续做王。亚哈相款激怒上帝，因为伊像因老爸耶罗波安共款犯罪，而且比因老爸暗利加真惨害。经文一再讲到亚哈犯罪，做上主看做邪恶的歹代，比伊以前所有以色列王犯搁较重的罪。亚哈毋但犯亲像耶罗波安共款的罪还无够，搁带西顿王耶巴力的查某囝亚西皮，伊是性格强烈的腓尼基公主，踮以色列各所在推动巴力崇拜，极力互异教成做国家宗教，导致以色列人偏离真神上帝。亚哈带亚西皮了后，伫撒玛利亚建立巴力的神庙甲祭坛，搁采阿舍拉女神的雕像，进一步扩大偶像崇拜。虽然亚哈和亚西皮所生的囝亚哈舍、约荷兰名字中拢包含上帝的名号，也是尊称，可是亚哈并无敬畏上帝。亚哈和所罗门同款，照样继后亚西皮的宗教信仰，除了为伊所拜的外邦神明建造神庙甲祭坛，还顺从伊的意思，甲异教变做以色列的官方宗教。伫教会历史中，使徒保罗相传是伫罗马皇帝尼禄对基督徒大迫害期间殉道。传统认为保罗是互斩头死的。传说讲伊的头壳骨到今还保存伫罗马。有的教会的传统指出，使徒彼得和保罗拢伫西元67年伫尼禄的令下惨死。尽管因未必同一日殉道，但是教会还选定6月29日纪念这两位使徒的信仰典范。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，互基督的道伫罗马帝国和世界各地引起共鸣。彼得对主忠诚，激励初代教会信徒伫艰难的环境中，依然坚守信仰。
甲初代圣徒对上帝的忠诚做比较，阿王却顺从伊的某，远超过顺从上帝，致使百姓转移拜巴力。伫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，保罗劝勉当当时的信徒讲：恁着警醒，信心徛在，着勇敢，着坚强。对今仔日的基督徒来讲，对上帝保持专一、有头有尾，踮信仰徛在，也是重要的提醒。咱的目光常常容易互其他的事物迷惑，无法度定睛伫上帝，甚至咱的信仰也真容易受到未信主的亲友影响。假使咱无踮信仰骹步徛在，真容易就会中到撒旦的诡计，落入罪的罗网。有一遍，我和一位妇人开讲的时，得知伊过去捌是基督徒，但是伊嫁人做某了后，就对丈夫改信其他宗教。实际上，伫台湾的处境中，这种的情况常常有。咱身为基督徒，袂当无警醒，求上帝帮助咱坚守伊的道。毋管环境安怎改变，拢爱做刚强壮大的忠心信徒，成做上帝所喜悦的儿女。默想，我是毋是会因为周围环境和亲友的压力，就改变对上帝的初心？要安怎坚守上帝的道，持守对伊的信心呢？我是毋是会因为周围环境和亲友的压力，就改变对上帝的初心？要安怎坚守上帝的道，持守对伊的信心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你是慈爱的上帝，也是公义的主。求你帮助我坚守你的道，一生袂偏离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